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件伫个国内爆发的头一件中药集体烟中毒的案件，有38个民众来受害。涉案呢，台中成东中医诊所院长李世明等3个人，妨用违反药事法来起诉。法官认为3个人已经无收押的必要，裁定以20万来交保。被害人的家属真愤慨。 讲这20万就来交保，平均一个受害者无到1万块，这人命哪会这尔啊无值钱咧？台中成东中医的负责人吕世明以20万块交保，听到这个消息，被害人根本唔敢相信，因为事发甲打3个月话咯，也是有人逐工爱注射解毒，真正互人真艰苦。你才20万加吧，平均一个人不到1万，人命这么不值钱吗？我们到目前花的医疗费都不止20万呢，出来还可以再串供啊！ 这是国内头一件中医集体烟中毒的案件，涉嫌伫中药内底参注射台中成东中医、九福中医的3名嫌犯，司法了防羁押，检方按照违反药事法起诉。不过嫌犯强调，家己的姐姐原来是受害人，而且即马法院认为因已经无羁押的必要，所以裁定20万块交保。他到目前都还很自责，那很内疚。那他是希望交保出来以后，能够亲自当面去向这些患者，然后一一致歉。道歉在哪里？还在推卸责任嘛？为什么你姐姐在第一时间，我们都在病发的时候，你姐姐没有说我也中毒了？ 一直到最后才说你中毒了。台中市的议员张建东因规个口4个人拢中毒，甚至损害家己的生育功能。伊伫网络顶悬发文，表示规个口日子拢真歹过，伊要帮家己甲其他的受害人争取公平的审判。另外一名议员李天生，伊的家后原来是受害人。不过也好了，他出来跟人家解决啊，因为很多人在跟他求偿啊。为着要拍团体诉讼，被害人家属按什么组成自救会，争取权益。原来出面呼吁政府都要重视用药安全甲欺诈。